威胁来头加重，咱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日表示，确实有发觉一寡邦交国态度转变。中国远洋海洋集团暗算收购德国的汉堡港35块股份，反对派认为讲袂使互中国掌控关键设施。印度民众庆祝拜登节，虽然政府早就规定袂使放炮，不过民众也是放烟火祈福，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怡，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一站继续带大家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反攻的气势登旺，罗西亚步步败退。罗西亚总统普京当时表示，拄到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军事甲经济问题，指示都要赶紧送武器甲物资去互前线。而且罗西亚这几天是直直咧留乌克兰要用垃圾炸弹攻击的代志，佮甚至投甲对岸理火器。不过西方国家是认为讲，罗西亚讲法无影无只，爱罗西亚莫找借口，甲家己拍别人的代志合理化。俄军最近伫乌克兰南部战况真艰难，继续撤离赫尔松居民。面对局势不利，俄国总统普京拜日主持会议，表示即马面临空前的军事甲经济问题，爱赶紧相关的军事决策。Вот сейчас, когда м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и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решать более быстрыми темпами вопрос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обеспечением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и связанные с борьбой с тем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ми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столкнулись. 俄国媒体进行报道，普京进行大动作，强调后备军人所发现防弹衫这物资欠缺。普京特别强调，爱赶紧提供现代方便高效能的装备给军队。在同一天，俄国官员也阁表示，乌克兰打算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垃圾炸弹，俄方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个议题。Ukraine has the capacity. Ukraine has all the reasons to do so because we know that Zelensky regime wants to avoid, first of all, defeat. 不过西方国家表示，俄国讲法无证据，基辅当局是反驳，俄军是要找借口，用垃圾炸弹攻击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25也警告俄国，唔通要使用战术核武。Russia would be making an incredibly serious mistake if we're to use a tactical nuclear weapon. I'm not guaranteeing you that it's a false flag operation yet. We don't know. But it would be a serious, serious mistake. 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打算提供英式防空设备，也就是刺针飞弹的升级版，来协助乌克兰抵抗俄军无人机加顺翼飞弹的攻击。不过，北京并无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公司新闻邱婉玲报道。罗西亚的好朋友也是世界一个大威胁，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习近平连任。而且对这回大会看得出来讲，中国威胁咱台湾的力头会愈来愈重。上届大新观察到的，就是中国可能要搁抢咱的邦交国。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日就表示，确实是有发觉一寡邦交国态度转变，望是袂行到长到迄步。中共20大结束，习近平话讲，无因讲要来放弃使用武力来展开第三任期，对台湾的恐吓是毋是会放大？外交部长吴钊燮出席立法院的报告，表示讲，当咧密切注意，认为讲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应该是会更加安导。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封杀我们的这个做法，应该是不会改变。如果会改变的话，只有可能会加剧。也是一个我们建立国际友谊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这边中国的外交人士嘛有变动，吴钊燮估计战狼外交的模式会刷落去，表现一定会更加强势。也那咱国的邦交状况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吴钊燮有承认讲有看到一寡影子啊，有的邦交国确实是有已经征租。我们的压力会不会越来越大？会吗？也坦诚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哈，的确我们有看到一些预警的情资了哈，那我们都在针对这些预警的情资哈做很认真的查证和处理当中，希望我们的邦交是不会受到中国的影响。副总统赖清德伫11月要来出访咱的友邦帛琉，也若总统蔡英文伫疫情爆发了后，就无来出访。即摆疫情较松透了后，是毋是会有安排咧？
吴钊燮表示讲，根据了解，总统今年无出访的规划，不过明年是毋是有机会会来甲做超测？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汉堡港的托勒奥特码头是欧洲上济船在靠港的码头之一，是德国重要的关键设施。不过，去年9月，说是传出中国的远洋海运集团要收购码头35%的股份，引起争议。德国的总理肖兹甲汉堡市的市政府拢是徛伫咧生理人的角度，认为讲全球3大海运商之一的中远，只要若是进驻汉堡港，就会当增加出入的货运量，提升港口的竞争力。较袂去互荷兰的鹿丹特港、比利时的港口来拼过。而且汉堡市的市长阁强调讲，若是要互中远入股，中国就会甲无一个重心刷去别国，安尼恐惊就会阁较严重。不过，想过看中甲中国的无益，嘛是另外一派反对收购派案的原因。因为欧洲想过挖靠高级的罗西爱能源，所以发生战争了后就真痛苦。德国的能源部甲外交部等等的部门拢强调讲，袂使想过看中高级的国家。而且咱上起先有讲到讲，港口等于是国家的关键设施，所以经济部长贝克就强硬表示，袂使互中国掌控这么重要的设施，会损害到国家利益。但即阵有风声讲，总理暗示要甲中远入股的比例压到25%以下，互中远无资格插手经营，五万部会当同意收购案。德国汉堡港内的托勒奥勒货柜码头是欧洲海运量上无用的码头之一，互人当作关键国家基础建设。去年传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要购买35%的码头股份，引起德国政府的讨论。主张减少对中国贸易挖靠程度的德国副总理，同时也是经济部长哈贝克伊讲，德国伤过挖靠俄罗斯的天然气。乌克兰战争了后，就拄到能源欠缺的困境，所以对中资入股汉堡港的协议要抵制到底。Gas Russland Realität in dieser Welt sind und wir sollten diese Fehler nicht wiederholen. 汉堡港伫2021年甲远洋海运集团达成35%股份的收购协议，包括经济、国防甲外交等6大部会拢持反对的意见。捌担任汉堡市长的现任总理肖兹是一直挺协议，注定有必要甲中国维持有利的贸易关系。这个协议依法一定伫10月底就会有效。面对国内这么激烈的反对，肖兹20指示各部会进行协商，目前初步同意将中资入股降到24.9%，来限制中资的营运决策投票权。Es geht nicht einen Verkauf des Hafens wie in Zeebrugge oder in Piraeus. Es geht höchstens den Anteils。肖兹出席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时阵表示，这个协议并无亲像外界所想的遐尼复杂，不过国内有无共意见的时阵，确实需要进一步查清楚。肖兹也讲，11月份到北京访问的计划是例行上任拜会行程，甲协议无关系。虽然降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入股比例，一定会当平息部分记录。不过哈贝克带头下部的首长，也是主张应该全面禁止中资入主。若是这个协议是毋是会使，就要听候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回应。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政府不愿公开敢有插手感恩日票的汇率，财务省干那强调讲有甲美国、G7国家等等针对经济问题保持联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是军兵独裁连任，这批中国的高层更较反市场的经济，所以外国企业开始抽资金。5大中国企业的股票大落，市场价值损失超过500亿美金。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公布新的内阁官员，伊保留1/3 Trust 的官员，搁找有经验的老臣回来斗三工，打拼要为错误的经济政策来收尾。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今年热人访问沙烏地阿拉伯，超加生产石油的代志。顶个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算是得到减产，有议员就认为讲沙烏地是小想要影响美国的期中选举。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民主党有一批众议员写批要求拜登爱甲罗西亚协商，到超测停战，但是佫宣布要收回这张批。代表众议员表示，这张批是几个月进前写的，即阵流出来只是事实。印度有一个传统的节日，叫做白丁节，佫有人叫做公平节，是印度教的故事当中神打败邪恶的日子。
民众拢会点灯放烟花祈福，望用光明赶走黑暗。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拢无办庆祝活动，所以今年百姓就热情庆祝。不过因为印度本地空气污染就已经真严重啊，政府就下令袂使放炮啊。不过百姓实在是伤过欢喜，也是放烟花。加讲透早是规个蒙烟散雾，连路都看袂清楚，甚至有人是喘气喘袂过，身体无爽快。新德里的居民2号透早出外，就发现规个大蒙雾。路尾总统府差不多拢看袂清，不少透早运动的民众感觉喘气困难，认为这可能是前一天拜登节，大家无顾禁令放炮啊造成的。सर जी बहुत दिक्कत आ रही है। मैं घूम रहा हूँ, सुबह वॉक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मेरा सांस फूल रहा है। पटाखे इतने चले हैं, मना करने के बावजूद भी कोई रुका नहीं है। 拜登节是印度重要节日，进前2年因为疫情无举办庆祝活动，今年真无简单脱离疫情的阴影，民众的热情规个点倒起来。圣城阿尤德亚伫拜登节前，就出动大阵志工，伫爆发点到1576000帕油灯，创下金氏世界纪录。总理莫迪嘛亲身参与，另外还有民众点美丽烟火。随上德里市政府顶礼拜就特别警告民众，若做伫拜登节乌白放炮啊，可能会封关6个月，希望降低空气污染。不过民众无伫插这个规定。毋那拜登节带来空气污染问题，逐年年底到翻转年，因为农民烧稻草，也甲受到冷空气流调的影响，德里的空气品质搁较歹，名列全球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城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天灾消息，南马国家孟加拉南部热带气旋西长带强风大雨，至少是造成24个人死亡。记大港和热带气旋西东扫过了后，百姓倒去到凄惨的家园，想要伫当中找到家己的家私。阁有人规身躯有一半浸伫咧水内，当咧整理环境。首都打卡也淹水，有人骑脚踏车，不过有一半落淹伫咧水内底。而且可以当看到冰车的刹车也浸伫水内底。পানির কাছে চতুর্দিকে রাস্তাঘাটে পানি, পানির ভিতরে রিক্সা চালাতে খুব কষ্ট হচ্ছে।西东24暗时伫孟加拉南部登陆，打卡库伦纳阁有巴里萨尔等城市，迄日的降雨量达到324毫米。进前当局已经撤走100万人，预估沿海地区大约1000万人无电通用。当局是预估第2日全国恢复送电。另外，大概有1万户的厝，阁有超过6000公顷的农作物，全部拢沤有去。有数千个讨海人无法度讨海，而且有真侪人落雨渗倒的树啊地死。另外，大约有33000个落行矮的难民，互送去巴桑查岛，100万人互送去可可斯巴扎尔区来安置。联合国的人道事务协调厅表示，也未接到损害的通报。公司新闻吴云玲编译。美国有一个华裔演员黄柳松，本名叫做黄阿美，是头一个华裔美国演员，包括电影、电视剧、舞台剧，为华裔伫咧演艺界发展拍下一片江山。迄当时黄柳松面临美国排斥华人、甲种族歧视的压力，佮拄到第2届世界大战，演艺路是行较真辛苦。时阵，美国为着纪念宪法保障妇女选举权100周年，以5个美国出嫁的女性设计特殊版本的25圣经角仔。黄柳松嘛是其中一个，伊也是头一个出现伫咧美金顶悬的华裔美国人。黄柳松的招牌墨水甲长长的指甲，加做登上美国货币形象。美国驻白局表示，黄柳松伫8年进前就是一名勇敢的身躯，克服各种困难甲障碍，互美国社会对美籍亚裔人士有更较侪正确了解。特地正做杰出女性版25美分的主角之一。When you think about Anna May Wong, she was the first Asian American actress, 60 films under her credit. She, in fact, not only starred in silent film and TV, but also in theater. She made a difference and she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entertainment for Asian Americans. 黄柳松本名黄阿美，1905年出世伫美国洛杉矶，是第3代美籍华人。1919年第一摆伫电影当中出来，1961年过身。演艺生涯换过默片、有声片、电视剧、舞台剧甲广播剧。暗过伫迄时阵的美国社会，面临排华甲种族歧视压力，互伊片酬上过低，佮去澳洲发展。伫初大战期间，
已暂停演艺事业。支援中国抗战，黄柳松成功的演艺事业，不止互伊家族第一个美国货币顶悬的阿希面容，也是第一位伫好莱坞成功带到刘秋云的女明星。Maybe 1,000 years from now, somebody will either dig up, might find in a museum, and the curiosity from what they see might drive them to learn about something or figure out what the reasoning was behind a coin. And from that, they might, educate themselves on Anna May Wong. 为庆祝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也就是禁止任何美国公民因为性别因素剥夺选举权成后100周年，美国驻北约特别规划2024到2025年发行结出女性版本的25美分货币。入选的5个女性，除了黄柳松以外，也佫包含美国第一位女性太空人莎莉莱德等4个人，佫定伫美国时间2月正式发行。公司新闻景元庆报道。美国歌手 Kanye West 有家己的服装品牌，最近是推出一款衫，顶悬印 White Lives Matter， 白人的影也是命标记，互人质疑讲伊是咧考试黑人争取家己权益发起的活动 Black Lives Matter。其实伊本身是黑人，所以讲黑人争取权益的活动是一场骗局。佢发表反犹太的言论，带着种族歧视的红线，根本就甲济族群拢得势了了。请伊做代言人拍广告的品牌，小煞甲伊解除合约。出名的运动的品牌 Adidas 嘛已经甲伊合作10年，即马嘛已经宣布讲要解除合约。艾迪达伫纽约曼哈顿的店又完坑甲饶舌歌手肯伊威斯特自创品牌联名商品，毋过正捌带动流行的经典系列球鞋，会对双方停止合作关系而消失。总部伫德国的艾迪达拜日发表声明指出，公司未用阮反犹太主义或者是任何仇恨言论，决定解约。This went on way too long, and people were just waiting what their action was going to be because this is not just necessarily a punishment. This is a severing of ties. 艾迪达这决定被认为是上过慢，因为伊最近引起的争议已经伫流行界吵甲正闹热。这个月初，伊伫巴黎家己品牌时装秀顶馆推出印付 White Lives Matter 白人命也是命的标语服装，现场的非洲的名流去甲当场离开。流行界批评声音真济，伊煞伫社群网站佮口水，佮讲黑人命也是命运动是一场骗局。后来伊佮发表反犹太种族歧视言论，不止互推特甲 IG 停权，佮落有名品牌红线。本来甲关系正好的 Jump、巴黎世家甲艾迪达等，拢表示解除双方合作，艾迪达也受袂少的损失。公司新闻张慧斌报道。南马国家尼泊尔的少年人，这几年是兴拍电影片、抖音，不过煞是有侪少年家无顾时间地点，走去宗教圣地唱歌跳舞。有宗教场所就表示讲，这款少年家拢是加规定的，音乐佮放甲大声，影响到朝圣的信众，实在是真无尊重宗教甲别人。所以当地警方已经下令部分地点禁止拍片。搁唱搁跳，勇敢表现家己伫有名景点宗教圣地翕抖音，已经成做尼泊尔少年人新潮流。I came to see the temple, but mostly for TikTok. 过去2年，尼泊尔抖音用户暴增120倍，不少人真爱到表示鼓励翕抖音。不过因为人数实在伤过济，景点工作人员真困扰，也互当地警方下禁令，部分地点禁止翕抖音。It's the ban of TikTok. They can use photo sometimes, yeah, but not the TikTok. 工作人员指出，翕抖音的民众拢一大阵各种互播送大声音乐，影响来朝圣的人，也佮有伫个闹热街路翕，甚至会造成塞车。They use selfie stick, yeah, and then they do dancing, and the people are sometimes the whole crowd people also do the TikTok. They disturb the people walking here. 除了景点部分用户也会走去农村翕抖音，互农民是怨声连连。They walk here and destroy everything. They trample all over my rice shoots. But what can I do? I tell them to stop, to not destroy my fields. But they keep dancing, like this.
They say they're not doing anything wrong. 不过，有人认为禁止吸毒瘾好亲像是控制言论自由同款，因认为官员应该甲民众沟通，在尊重场所前提之下，互人来吸，不是全面禁止，完全无要互用户空间。公司新闻采访梁平友。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巴特西发电站是100年前起的，是欧洲上界大的红砖建筑。1983年无咧发电了后，就拍远去。即阵经过翻新，是变做百货公司，而且内底阁保留发电厂的一寡设备，装塔甲真特殊。咱做回来看。规间拢用红砖仔头起的厝壁，阁有4支白色的烟筒管。这就是伫个英国伦敦泰晤士河的南岸，伦敦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标巴特西发电站。10月中，巴特西发电站举办改造了后重新开幕的仪式，吸引几来千人来参加。巴特西发电站是伫1929年起好的，用土炭来发电的电厂，以早要负责供应伦敦1/5的电力。除了发电以外，因为建筑物的外观真有特色，是全欧洲上大间的用红砖仔头起的建筑物，所以对伦敦的人来讲，这个发电站是代表大家共同的记忆。但是自1975年开始，巴特西发电站就分阶段停止使用，到1983年完全关厂。嘛，自迄个时阵开始，大家就讨论要安怎重新改造这个所在。但是经过几十冬，拢无提出成功的改造计划。一直到2012年，马来西亚的财团把这个发电站买落来。经过10年的时间，总共开90亿英镑，总算把原本已经废掉的发电站重新改造做一个多功能的大型商场。See the end result today, and to see thousands of Londoners coming into the building, looking at it and saying, "Wow," is a really fantastic moment for all the team. 改造了后的巴特西发电站，即马有超过250间店面，有餐厅、咖啡厅、酒吧、戏院，还佫有饭店甲办公室。参像苹果电脑公司，就将因伫英国的总办公室刷来遮。根据评估，以后会有差不多25000人伫咧即个所在工作还是生活。负责改造巴特西发电站的公司表示，因为将以早发电站的一寡设备甲机器拢保留落来，所以伫即卖的商场内面会当看到真侪过去的物件。真正捌伫发电站工作过的员工讲，伊看了后感觉真感动。Very emotional, very emotional. And I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come back. 巴特西发电站的改造，会当讲是伦敦这几年来上大规模的改造计划。重新开幕了后，相信会变作伦敦一个新的观光点。记者甘文恁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